来亲父上帝为进前先当心来祈祷。之前个要，我感谢伫主日礼拜，我会当三甲规做伙来到你面头前，当心来敬拜你。当阮要来亲近你为母，求你的圣神亲身帮助，互阮会当明白，互阮会当将阮所明白的讲出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约书亚记第20章，规章吼，讲一个规定吼，叫做得什么城。桃城吼，得什么城吼？其实，这个得什么城诶，毋是上早伫约书亚出现吼，早伫出埃及记，摩西的时代，上帝都吩咐吼，迄阵摩西安尼讲吼，迄是一个观念吼。摩西安尼讲，我来听，出埃及记，找不到那个档案吗？好，出埃及21章吼，讲到，摩西讲人若毋是伊吼设计预计要杀人吼，伊是误杀吼，就是讲伊杀迄个人是上帝交伫伊手中的啦吼。啊，我要设一个所在吼，迄个人会当逃走去遐吼，会当走去遐避吼。这是上早的观念吼，伫出埃及记上早的观念，逃城的观念，迄阵还无迄个逃城这两个字出来。啊，到民数记的时阵有记载啊，吼，逃城这个名字，啊，伊意思盖得跟之前这就是误杀的人哦。你若杀死人，你毋是你无这个心吼，你是误杀的吼。就那亲像伊圣经有句咧讲，你摕迄个斧头咧砍树。啊，结果脱落了，拍到人吼，甲人杀死吼，即款误杀的人，你会当寻求庇护吼，你会当走去迄个逃城，所以伊的名叫做庇护城，也是讲一种避难所。啊，庇护甲避难无啥共款的所在是，避难所是任何人拢会当去的所在嘛，对无？啊，不过伊这个逃城的意思是，你误杀吼。误杀人，想要讲强调是误杀吼，伫迄个时代是以眼还眼，啊啦，以牙还牙，你杀死人，啊，介简单，你这条命就安怎？爱赔伊吼，哦，一命抵一命，啊，毋过误杀的情况无啥共款，所以是出自一个上帝恩典吼，伊设立到什么城？或者误杀的人会当去吼，啊，伊的规定是安怎吼？伫约书亚记也是伫民数记拢讲啊足清楚吼。第一点，你一定是无小心共杀死的啦，吼。啊，第二点是，你要到迄个城门口的时阵吼，遐个长老本来就拢伫城门口啊吼，咱爱有即个观念吼。伫迄个时代的一寡长老啊，是伫迄个城市较有名望的人，拢会坐伫城门口。啊，你若有啥物官司啊、争吵，拢到城门口来解决吼。所以你倒去迄个倒城，倒啥物城，你着甲城门口标明讲你是无拄好杀死人啦。啊，迄个城门口的长老会当先把你安置下来，啊了咧，你爱经过迄个城的人来判定，调查你到底是毋是真正是误杀吼。啊来，你若真正是误杀，啊会当留伫到啥物城内面，你袂当离开吼。就是迄个要甲你杀的人，约来到这个到啥物城吼，这个城嘛袂甲你告诉，会甲你保护，啊毋过你家己袂当出去，
你若出去去用台词吼，那是你家己的责任吼。啊来，爱住偌久吼，会当伫遐住偌久，一直到大祭司过身的时阵，哦，迄个人他会当转去伊家己的家乡吼，哦。啊，得啥物城伫全部以色列内面有几个吼？照记载是有6个得啥物城吼？以约旦河为中心，东边上中下，吼，啊西边嘛是上中下，分布得很平均吼。意思是讲，你伫迄个以色列的国界吼，无论你是倒了，你拢会当去找着头城吼。袂讲我就是伫北边的吼，啊要去得啥物城，再去走去南边，唔是安尼吼。它很平均的给你六个头城。安尼给你介绍这个道城、闪避的城、闪道的城、闪道的城、闪躲。道啥物城？道啥物城？你啥物意思？头拄有讲到，伊是设计安排互误杀的人，伊要得像迄个洪台时的家属，哦，因会当去甲追杀。伊要啥物遮的人，伊会当得啥物啊？啊，伫遐得到保护。啊，伫遐得到保护，毋是无付代价吼，伊袂当去处理，伊得当迄个城市一直住咧，住到大祭司过身了后，伊才当离开吼，就算即件代志算拄煞。哦，啊，这跟咱有啥物关系？各位兄弟，这跟咱有啥物关系无？你敢有误杀？你敢有迄个无小心杀死人？啊，你得啥？迄个得啥物啥？跟咱有啥物关系？各位兄弟，其实咱毋要去想迄个误杀吼，迄个焦点，咱会当卖放伫误杀。咱焦点袂当放伫讲，各位兄弟，你若是一个，咱来思考看卖啊吼，你若是一个误杀别人的人，啊，伫迄个时代，你杀死人，一定来用你的性命来赔偿。迄款的时阵，你是啥物款的处境？咱去想象一下吼。意思是讲，你无法度互迄个社会甲你接纳，你不见容于那个社会，对无？你杀死人，啊，刚才你要拄着的情形就是你要互杀啊，你无法见容于那个社会。各位兄弟，你要走去倒落去？咱毋免甲迄个头拄讲，毋好甲迄个焦点放伫迄个害人迄个所在。我要甲迄个焦点放伫讲，当你各位兄弟，当咱无法度，互咱即个咱所徛起的所在的人接纳的时阵，你要安怎？安尼的话，即个对啥物上的城的观念，甲咱有关系啊。我搁讲一个，毋是甲焦点放伫害人，是甲焦点放伫迄个手足无措，放伫迄个无法见容于你所居住的地方。各位兄弟，你有即款的情形无？你敢有即款的情形？啊是你敢你拢过来做事事，拢甲你所徛起的所在的人拢和平和好，拢做伙斗阵，拢无即款的需要。咱诚侪基督徒可能来思考一个问题吼，咱徛起伫世界，毋过要甲即个世界爱有分别，对无？哦，咱徛起伫即个世界，毋过来甲即个世界有分别，所以其实咱拢需要有一个啥道啥物城，因为咱毋是拄拄啊好，拢甲即个世界和好无代志，咱一定会拄着即个世界无法度接纳咱的情形。有当时啊，咱的信仰的价值，甲即个世界无共款的时阵，你一定会发现家己无法度互接受，迄款的孤单、
小国也是去断的去互放杀的感觉。我讲这我咧讲，恁敢有即款的感觉？我即摆咧讲的时阵，你敢有即款的感觉？你所徛起的所在，无法度理解你，无法度接纳你，无法度甲你做伙欢喜，做伙艰苦。你若有即款的感觉的时阵，各位兄弟，你需要一个什么啥？安尼话，咱的得啥伫对？倒位是咱的得啥物啥？你讲教会就，固定教会，是毋是？可能一个更较好的答案是，然后我讲伊是咱的避难所吼，其实伊嘛是咱的啥物？得啥物啥？吼，伊嘛是咱的得啥物啥？然后上帝伊本身就是咱的得啥物啥？迄个大祭司咧。伫得啥物啥的规定内面有出一个大祭司对无？然后若是咱的得啥物啥，大祭司是啥物人？敢毋是基督嘛？是毋是？这个基督是袂离开的，所以咱就会当一直安住伫迄个安心住伫迄个得啥物啥。好多我咧讲诶，咱毋免甲迄个焦点放伫讲我也无才人，我无需要做啥物事。毋过各位兄弟，咱来反省一件代志，反省一件代志。若是基督徒伫即个世界，会当活甲拢做舒适，做顺利，拢甲即个世界无冲突，甲即个世界拢好好无代志。其实这代表啥物代表啥物情形？知无？各位兄弟，代表咱已经完全融入这个世界，代表咱的生命内面价值无一拄拄啊是属于上帝国。咱若还阁会记住咱是上帝国的百姓，安尼当咱住伫这个世界的时阵，一定就有冲突，有迄背叛。心内有迄艰苦，因为咱会去拄着常常，我无爱安尼做，毋过照即个世界法度，我就爱安尼做。也是讲我想要照上帝国的法度来做，毋过照即个世界的文化，我无法度安尼做。咱一定会拄着即款的冲突，甲即款的背叛。有当时啊，咱真正无法度赢过即个世界，无法度赢过即个世界的压力。迄个时阵，各位兄弟，就真正需要一个道啥？就真正需要你退转去一个所在，上帝伊的心下去安息。一件真趣味的代志，我去看中医吼。中医甲我量血啊，量了后甲我讲，我无啥物药会当救伊哦。毋过吼，我请迄个陈牧师你做一件离经叛道的代志哦。啥物离经叛道的代志？迄个中医师是一个女的吼，一个女医师，她说：“哎，陈牧师，我要叫你做一件离经叛道的代志来医治你的高血压。”讲啥物话啊？啥物代志？伊讲我要教你6字真言啊！啥物6字真言？叫做我又忘记了。来，伯贤念一下。啊，啥？欧巴尼贝没有，我2字真言。你知影我咧念啥无？因为佛教有那个梵音哦，南无阿弥陀佛教哦，伊讲来讲，陈牧师吼，我介绍你去买这个 CD 吼，有一个日本的歌唱家吼，伊拢唱这吼，你听迄个6字真言哦，你的心就安那，
会平静落来吼，你就会安心哦，你就会不会那么执着哦，会当提升你的能量哦，你会当介侪人互使吼。伊咧讲咧吼，我是咪感觉好笑了吼？我好啊，你是知我是无输，你是到底是知唔知我是无输啦吼？哦，佮叫我去念迄个阿妈念念安尼吼。啊，毋过咧，伊咧讲的时阵，因为伊这诚恳的吼，我忽然间互伊感动着。其实咱嘛有啊，咱信用嘛有这个物件，有无？啥物件？啊？咱信用有啥物件？甲这共款。啊，咱祈祷，啊，搁有咧。啊，咱唱圣诗。其实伊迄个是后要互你静落来。我有一个感觉，伫咧看迄个先知以利亚的时阵吼，当伊甲把迄个先知假的先知大战赢了后，不可一世，对无？哦，甲遐假的先知杀了。啊，毋过迄个皇后上亚哈王的某皇后叫啥物人？耶洗别对无？哦，耶洗别讲一句话讲好，我今日无杀你以利亚，我就不信耶。哦，就我讲的。哇，以利亚就怎么样？走咯，对无？吼，一路走一路骂吼，等下念吼，埋怨哦，一路走一路骂哦，上帝搁互甲勇士无，拢袂要紧，拢走咯。最后秘伫一个山洞有无？我听这我咧讲，你有甲迄个情景照转来无吼？最后秘伫一个山坑内面，啊，就伫遐咧受气歪出来。啊，圣经描写讲，外口有大风过去，啊，毋过上帝无伫风内面；有大火过去，上帝无伫火内面，有无？会记即段经文无？上帝那个。大风啊、雷雨啊、大声拢讲，上帝拢无伫遐内面。啊，毋过上尾啊，咱圣经讲，上帝用迄个细微的声音对伊讲话。哦，迄咱和合本是翻译成微小的声音哦。啊，毋过英文的翻译我较介意吼。英文的翻译做 The Sound of Silence。啥物叫做 the sound of silence？ 迄个 silence 敢有声 ？silence 无声呢。啊，毋过伊讲上帝伫 the sound of silence，the sound of silence 内面，对伊利亚讲的，迄个 the sound of silence， 轻轻拍动我的心吼，当迄个中医师，那个女中医师教我6字真言，叫我念咩呢？阿妈尼嬷吼，那时阵吼，迄个 the sound of silence， 这个观念走出来。上静的所在，其实你会听到一款声音呢。哦，在最安静的时候，哦，你若伫山顶吼，啊，伫迄个旷野，上安静的时阵，你会听到。的声有无？那我们青年说，那是因为你高血压、耳鸣才听到那个声音。其实我知影哦，上安静的时候，其实你顶多会听着声吼。咱常常无法度安静歇落来吼，所以我伫遐本来咧互看病吼，啊，煞咧甲迄个中医师讨论，后来甲伊讨论安息的观念吼，咱无法度停落来。咱常常无法度停落来，无法度迄个安休，伫咱的生命内。我咧准备得下面上的经文的时阵，互我想到这吼。搁一届的天气，咱拢毋是无小心害死人啦。表面上咱无需要得下面上，啊，毋过兄弟，咱需要安休。
咱拢需要停落来，咱拢需要对咱所徛起的所在抽出来、摕落来、安静落来，伫上帝的内面，因为伊是咱得胜的神。搁一届伫伊的内面，咱得到力量，咱反省咱家己，咱会听到迄个 The Sound of Silence， 听到上帝甲咱讲话，迄是咱安全自在的所在。毋知各位兄弟，你是毋是嘛感觉到有足大的压力？也是感觉到足大的寂寞，无人理解你，无人支持你，你永远在徛在你迄个所在，在拍拼。毋知各位兄弟，你有即款的情形？你需要一个导向，你需要一个导向的神，你需要摇发上帝正做你的导向的神。你毋免感觉歹势，你随时会当摕落来。你随时会当安休，伫伊的内面，这是伊出伫上帝出伫伊的恩典，所为你备办的高尚的城，咱当心来记得。之前的病，你大大的恩典，甚至是害死人的人，你嘛为伊备办高尚的城。所以，阮每一位你所听的兄弟姊妹，伫遮好胆，知影你家己是阮高尚的城。阮无论什么时阵，伫阮寂寞的时阵，伫阮无支持的、无人支持的时阵，伫阮压力最大的时阵，阿爸爸，阮拢会当立到你的内面。你诚做阮的避难所，你永远是阮的救援，互阮袂孤单一人伫即个世界里打拼。求你保守阮正兄弟姊妹，无论因即马是伫啥物款的情形，有当时啊是工课底面。会不如意，有时是厝体内面会无平安，有时是至亲的人离开阮身边。阿爸爸，阮拢需要你诚做阮高尚的神，互阮知影你的疼、怜悯时常到阮里底。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